各位香港嘅朋友，係咪大家都有諗過想過嚟中山呢邊過返一啲悠遊自在嘅生活呢？但係又擔心貿貿然100幾廿萬買層樓，萬一唔適應會點樣呢？今日我同大家去睇一啲租盤，先租住落嚟睇下生活適唔適應，然後先再作其他嘅決定都未遲啊！我哋一齊去睇一睇。我哋先嚟睇睇個景觀先，都非常之靚㗎。我哋今日嚟到海倫堡九月府，係一個大概1100尺嘅單位。先嚟睇睇個客廳啦，大概有12尺闊，係咪好寬敞闊落呢？跟住過嚟，我哋睇下個飯廳啦。飯廳呢一邊大概有9尺闊，擺4至6人嘅餐台，非常之充足。呢度嘅設計仲要係南北對流雙露台嘅設計，無論採光通風都非常之優勝。最後我哋過嚟睇埋啲房間啦。入門口嘅玄關位已經做好咗鞋櫃同埋雜物櫃，跟住隔離嘅呢間細房，我嚟做麻雀房或者書房都非常之適合。過返嚟就係我哋嘅客飯廳，我哋睇到南北對流嘅設計，無論喺採光或者通風都非常之一流。再落嚟就會見到我哋女王嘅私人空間廚房啊，細細地，但係所有嘅配備都已經做好晒，煮返2餐絕對冇問題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去睇下間主人套房。入到嚟，我哋會見到已經擺放咗一個大衣櫃，而且仲安排咗一張全新嘅1.5米，即係5尺闊嘅大床。絕對唔會好似我哋香港嘅床咁樣轉個身就撞到隔離嗰個，而且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，空間感非常之足夠。嚟到我哋主人房嘅洗手間，係做咗乾濕分離，而且仲係會有一個通風窗，比起香港間黑廁就好好多啦。而家我哋見到嘅係客房，同樣已經安排咗一個大衣櫃，仲有一張1.5米，即係5尺嘅全新大床。當然，同樣做到3邊落床啦，絕對唔會有壓迫感。最後嚟到我哋客人洗手間，同樣係乾濕分離，有窗嘅明廁。成間屋睇完啦，你哋覺得點呢？各位，樓啊睇完啦，呢度係海倫堡，大概1100尺度。你估租金要幾多錢？只係需要2000蚊人民幣1個月。而呢度嘅租約係要簽1年，2個月按金，1個月上期。呢間屋係全新裝修，全新嘅家私，從來都冇人住過㗎。你覺得點樣啊？有鍾意嘅朋友，俾個電話我啊！我係由香港嚟嘅 Dan 爺，希望你能夠關注訂閱我嘅頻道，中山食好住好，揾 Dan 爺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！